大家好，我運用咗立體圖形設計咗一個模型，叫我的迷你城市。我用咗角柱製造地鐵，佢哋仲過緊隧道啊！又用咗角柱製造咗3架大巴士，同埋1架19座嘅小巴，仲有將軍澳區嘅高樓大廈。哇！另外仲有我哋讀緊嘅港同小學。我運用咗圓柱製造咗合和中心，係好大又圓嘅，入面有一個旋轉餐廳，我好想入去食自助餐啊！最後我用咗球體製造咗天文台嘅球。我用咗1個球體，角柱仲有11個，圓柱有4個，圓錐係好多人都睇唔到嘅雪糕筒嘅小巴遮住咗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用心聆聽。